緊急提醒啊！武漢18歲嘅男仔已經遇害啦。如果你屋企有初中、高中同埋大學生嘅家長，嗱，千祈唔好大意啊！數據顯示啊，青少年失聯遠遠比學齡前嘅兒童更加高啊！快啲逼住你嘅仔女記住以下4個奪命陷阱。第一個，偏僻嘅地方有殘疾人喺度求救咧，叫你去幫佢執嘢，果斷拒絕，因為佢叫你執嗰樣嘢咧，有可能俾人落咗藥嘅。對方其實就係假扮嘅人販子。第二個，你見到有細路仔俾人追，佢話喂，哥哥可唔可以陪下我啊？好驚啊！你千祈唔好心軟啊！大概率係嗰啲團伙啊誘惑你啊，引到你去偏僻嗰啲巷仔再落手啊。第三個，嗰啲乞衣嗰啲老人啊，叫你啊陪佢去買個麵包買個饅頭啊，即刻遠離啊，背後啊可能有同伙喺度埋伏啊。第四個，車站嘅陌生人提議啊，叫你一齊拼部車啦咁樣，無論幾順路都好，一路拉黑上車就可能失聯嘅啦。一個人喺出面，安全永遠排喺第一個。嗱，拆到嘅家長快啲轉俾你嘅仔女啦，多一個人知道，少一個人危險。最後都係嗰句啦，關注阿堅，小周灣路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